大家好啊，我係陳生，今日咧嚟到我哋中山西區華人公園試季2期呢個位置，睇下今日最新在售嘅一個情況啊，都會有一啲促銷嘅活動啦，送家電啦、物業管理費啦，有需要嘅話仲可以申請下啲車位送到俾大家嘅。最平嘅話115萬啦，最細嘅單位，如果需要大單位140方嘅話就會貴啲啦，220幾萬一間。大裝修嘅2期相對嚟講咧做得比較現代啦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屬於中山西區彩虹片區，如果有經常碌一啲片嘅話，相信有好多朋友已經介紹過我哋彩虹片區呢邊嘅屋苑啦。最值得關注嘅就係佢有直通巴可以直接過嚟到我哋中旅彩虹樓下，相當於喺呢度位置步行過去咧，可以坐直通巴可以返到香港嘅。其次嘅話，呢邊嘅商業咧比較方便，你喺呢度步行過去買餸食飯咧，基本上步行過去就 OK 啦。有彩虹匯啦、龍泉廣場啦，斜對面左手邊咧仲有我哋1+1興和里啦。基本上你只需要步行過去就可以享受得到噶啦。你想飲早茶、唱歌、買餸，基本上 OK 嘅。咁喺我哋呢個位置斜對面望過去有樓個位置咧，就係彩虹綠洲公園嘅位置啊。得閒咧過去行下公園晨運下。醫療嘅話就喺對面呢度有我哋中醫院非常之出名嘅頭暈身㷫啊，可以用得着嘅。依家喺國內咧，我哋香港朋友仔過嚟睇醫療咧都可以 cap 一啲醫保，咁樣又可以打折頭嘅。講咗2期咧，右手邊咧屬於1期嚟嘅。現樓狀態，辦完手續就可以交樓噶啦。最細嘅單位咧90平方，100幾萬就 OK 啦。如果需要大少少嘅，有105方，稍微貴少少，120幾萬。當然呢邊現樓狀態咧已經冇咩樓層揀噶啦。如果唔介意天地樓層嘅話，價錢比較平啦，辦完手續就可以交樓啦。我哋依家睇呢個戶型咧，就係華人公園試季2期95平方嘅。相對嚟講呢個戶型咧，我真係非常之中意嘅。睇住小區園林，一年四季啲綠植啊，心情都比較愉悅。賣嘅係對面嗰個位置，係睇出面個方向嘅。因為依家呢個盤咧已經進入清盤個狀態啦，可以揀嘅樓層咧已經非常之少噶啦。呢個係示範單位嚟嘅，95方，大裝修，擺咗家私嘅示範單位。呢個 size 5米幾嘅長露台，依家係做咗一啲吊櫃嘅。但係如果你需要呢種感覺咧，需要自己做嘅。但係各位唔使擔心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我哋有好多裝修公司可以推介俾你過嚟洽談點樣去做。比如我哋依家睇到呢啲露台呢啲位置咧，有需要嘅都可以封玻璃嘅。呢個就係餐客廳嘅位置啦，一家幾口比較溫馨一個小戶型嚟嘅。人口多嘅話，隔離有大單位115方同埋一個140方。我哋而家睇呢個 size， 佢個總價最平嗰間咧115萬就 OK 啦。如果需要高少少樓層咧，120萬左右。呢個單位咧比較適合家庭人口比較少或者1-2個人住咧比較適合啲嘅。咁呢個單位咧2梯4伙，電梯喺呢個位置步行入嚟咧就係我哋呢套單位內籠嘅情況啦。做咗一個鋼夾防火門，有指紋有密碼嘅。後期你就算翻嚟呢邊度假，忘記帶鎖匙嘅情況下咧，都非常之方便嘅。門咧都非常之厚實，鋼夾防火門。呢度咧係擺鞋櫃嘅。呢啲咧就係需要自己做噶啦，因為交付嘅時候全部都係白牆嚟嘅。依家睇到天花嗰啲一模一樣。當然上面空調咧係俾到你嘅。餐廳過嚟咧就係我哋廚房啦，好精緻啊！如果中意煮飯仔嘅朋友咧，呢個廚房值得大家欣賞下嘅。腰型嘅設計，上邊啲櫃啊、電器有齊晒噶啦，就係可以搬得喐呢啲嘢咧係冇嘅，其他全部做好晒。米白色嘅廚房咧係好多人都可以接受得到嘅，比較現代少少，又比較光亮啦，有埋一個採光噶啦，到時裝翻簾就 OK 啦。呢度咧係放冰箱。係放細型嘅雙門冰箱 OK， 大型咧就擺唔落去噶啦。餐客廳、廚房、陽台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我哋過嚟睇下啲房間，呢間房係有連通陽台嘅。如果需要一個獨立嘅露台咧，我哋可以將呢個露台一分為2啦，做翻埲牆，等佢喺呢個露台咧睇下啲景啊、飲杯嘢啊，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。細細地比較精緻，呢種細單位退休係 OK 嘅。過嚟咧就係我哋一個乾濕分離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啦，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呢度咧裏面係可以喺度沖涼啊，呢度又可以透風嘅，乾濕分離，包括啲花灑有齊晒噶啦，馬桶、鏡櫃都做好晒嘅，比較現代少少啊。過嚟呢間房咧係半贈送嘅，即係發展商用一個露台個形式咧佈建嘅一間房。
到時可以作為書房啊、兒童房係 OK 嘅，比較精緻。過嚟睇下呢個主人房啦，我個人感覺咧就啱啱好，見佢95平方可以做到呢種空間、呢種尺度咧，已經係非常之實用嘅一個單位嚟㗎啦。呢度就係透間主人房，擺咗1.5米床，有需要嘅朋友咧就放1.8米床咧就會逼少少，取消一個床頭櫃咧就會更加適合。咁呢個位置咧，飄台啊非常之好用，到時買啲墊翻嚟坐喺度溫下書，睇下啲景，或者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床挨埋佢會更加好用。落地玻璃啦，咁95平方做咗3房2廁，大概嘅情況係咁啦。我哋而家過去睇下華人公園仕櫃2期嘅115方。做咗3+1可以做到細4房嘅，相對嚟講115方咧，佢各方面咧個尺寸會大少少，而且係單邊，隱私性會更加好。大家可以睇下喺我哋左手邊位置，右手邊咧採光玻璃啦，所以喺呢度入嚟咧都唔會顯得太暗嘅。私人空間，所以後期中意養花啊或者擺下嘢咧係 OK 嘅。整體咧係單獨一條梯嚟嘅，鋼架防火門啊。密碼指紋都 OK， 大家可以欣賞下呢個戶型格局啦。有少部分已經改咗尺寸㗎啦。餐客廳大家可以望到係咪好闊落啊？其實右手邊呢個位置啊，駁咗一間細房仔嘅。如果屋企人口多嘅時候，可以保留呢間房，可以俾小朋友瞓。人口少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可以作為個書房打通，作為一個大嘅客廳，其實都係唔錯嘅選擇啦。出邊咧係一個露台，可以直接望到小區園林嘅。因為呢個單位咧南北通透，雙露台，餐客廳露台就係咁啦。咁啲燈飾咧需要自己做嘅，空調係有嘅。左手邊呢度位置係有啲鞋櫃，到時可以擺鞋襪啊，各方面咧喺呢度位置 OK 嘅。我哋睇下呢個餐台位置，放咗一個長方形啦。咁後期咧就睇翻興趣咯。呢種咧相對嚟講係比較精緻嘅。出邊一樣有露台嘅。俾大家望下大概嘅情況啦。後期晾衣服、擺洗衣機，咁呢度有需要嘅情況下咧，自己都可以封玻璃嘅。依家賣緊個座數係7座，所以呢個方向咧係睇小區園林嘅。另外個方向咧係睇中旅彩虹。如果係間高樓層咧，冇遮擋嘅視野。睇下呢個廚房啦，U 型嘅設計，上邊啲櫥櫃啊、電器有齊晒，都係白色嘅，相對嚟講好整潔咯呢種顏色。當然，如果係邋遢咗之後，又比較明顯。比較光亮啊，即係唔會有暗沉，睇起身咧比較年輕舒服。呢度可以放得落去冰箱嘅，有埋窗戶啦，趟門都做好晒㗎啦。大概嘅情況係咁啦。大家睇片過程中咧，如果有邊啲位置真係唔明嘅，可以留言俾我咯，睇到咧都會回覆大家。呢個屬於個客房嚟嘅，放咗1.5米床，到時咧可以喺嗰個牆嗰度擺翻衣櫃啦。咁呢邊有落地窗戶啦。過嚟之後咧就係乾濕分離嘅公區洗手間啦。交付標準咧就係搬得喐個冇嘅，其他嗰啲全部做好晒嘅，磨砂膜貼埋，同埋馬桶、鏡櫃有齊晒㗎啦。過嚟之後呢個就係半贈送嘅一間房，好精緻，可以做書房啦，或者衣帽間啦，或者俾我哋一啲客房都 OK 嘅。到時放個1.5米床，完全 OK 啦。如果需要大嘅，咪到時拍住呢個露台一齊嗰個榻榻米床咧就足夠用㗎啦。擺呢啲嘢係睇翻興趣嘅，實際交樓都係白牆嘅。呢個就係主人房嘅一個空間啦，放咗1.8米床，仲有好闊落嘅空間，有飄台啦、落地窗啦。如果需要大少少嘅，咪挨住佢就 OK 啦。又可以買啲墊翻嚟飲下嘢，都係唔錯嘅選擇。過嚟睇下我哋衣帽間啦，亦可以講係擺衣櫃嘅地方咯。右手邊依家係做咗梳妝台位置，但係交樓嘅時候咧，2個係吉位嚟嘅，你睇翻自己點樣安排。可以參照呢種裝修，呢度就係乾濕分離嘅沖涼房啦，有齊晒㗎啦。飄台咧，我相信大家咧覺得好浪費，亦有啲朋友講非常之好用，就可以擺下嗰啲沐浴露啦。生 B 嘅有小朋友嘅，幫佢沖涼啦，放個盤喺度，或者老人家沖涼可以坐喺度啦，其實都可以實現嘅。馬桶全部有齊晒㗎啦。咁呢邊115方大概嘅情況係咁，南北通透可以做到3+1 4房。呢套單位總價大概170萬左右，具體嘅價錢咧就睇翻樓層方面嘅。大裝修冇家私啊，如果需要做家私嘅話，我哋可以幫到手嘅。呢個115方嘅 size 大概嘅情況係咁啦。
同小區咧仲有一個140方大 size 好靚仔嘅，我哋事不宜遲過去望一望。呢個就係華人公園四季140平方嘅大單位嚟嘅，南北通透長陽台，比較闊嘅客廳，總價咧會比啱先幾個 size 咧貴翻少少，220幾萬，樓層高低大裝修嘅。如果你追求呢種大範圍、成熟嘅配套，翻香港方便嘅，又比較多香港人集中一個社區嘅。咁就可以了解下呢種大單位。我哋先從門口個位置俾到大家欣賞，佢都係單邊，比較有隱私性嘅。入嚟咧就係一個單邊嚟嘅，相對嚟講隱私非常之好，都係鋼夾防火門，非常之厚重嘅，可以密碼，可以指紋。如果唔帶鎖匙嘅情況下，都非常之方便。入嚟之後，左手邊咧係做斗頂嘅鞋櫃啦，右手邊呢間房係半贈送嘅，大家可以過嚟望下，可以作為客房、招呼朋友或者兒童房都 OK 嘅。裏面可以裝衣櫃，右手邊咧，只要係望落去咧就係園林位置嚟嘅。呢座樓喺小區中間嘅位置，所以左右兩邊咧，只要係睇遠景嘅呢種單位，我建議大家咧揀一啲低樓層，真係唔錯嘅選擇。高樓層樓望樓嘅啫，低樓層仲可以睇到我哋小區園林，真係好靚。睇咁多小區裏面啦，呢個小區園林咧真係值得大家欣賞下嘅。咁客廳出嚟咧就係一個長露台7米幾嘅。好用㗎，咁後期你甚至喺呢度練波啊，同小朋友喺度玩下，或者將呢個窗戶封咗之後，將呢啲窗戶推埋出去，你有一個超大嘅客廳可以喺度活動啊！如果追求呢種大客廳嘅朋友咧，我建議封玻璃推埋出嚟，好享受嘅。到時喺呢度放個凳，望住下邊園林啊，非常之舒服。兩公婆飲杯嘢，嘆杯咖啡。何樂而不為呢？雙露台呢個可以作為主陽台享受嘅。對面嗰個露台咧，我哋可以晾衣服啊，各方面咧都係 OK 嘅。我哋依家睇到咁大嘅客廳，因為呢度係打咗一間房嘅。如果唔打房嘅情況下咧，個客廳實際咧4米幾，依家打通咗之後咧7.8米一個寬度。所以後期如果屋企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咧，我都建議大家剝咗佢。好享受嘅，過嚟睇下呢個餐廳啦，都一啲都唔細嘅。如果係我哋自己用嘅情況下咧，放個圓台或者一個細型嘅方台，整個空間會更加精緻。出邊係有個露台嘅，攝影師可以行近少少俾大家欣賞下呢個露台咧。到時我哋可以晾衣服啊，或者可以放洗衣機啊，各方面都 OK 嘅。如果唔想咩嘅話，又可以封玻璃都冇問題。咁呢個露台望出去咧，就係下邊呢個園林啦。哇哈！其實 OK 㗎，小區中間嘅位置，所以賣得貴咧都有原因嘅。過嚟睇下呢個廚房啦，3幾個人一齊煮飯完全 OK 啦，140平方可以做落咁大嘅廚房。上邊啲櫃啊、油煙機啊、爐灶啊，全部有齊晒㗎啦。左手邊呢個雙門大冰箱足夠啦，有埋窗戶啦，洗手盤有齊晒嘅。啲櫃啊，到時作為收納完全 OK 啦。其實用材用料咧，呢個發展商其實都 OK 嘅，包括佢個物業咧，我哋睇咁多盤裏面呢個小區個物業咧比較細心嘅，我哋有其他業主都喺度居住緊，俾到好評嘅。呢度到時交付嘅時候啊，係有趟門。餐客廳、廚房大概嘅情況係咁，我哋睇埋啲房先，一間房、2間房、3間、4間，一共係4間房嘅。我哋睇下公區嘅洗手間。呢個洗手間咧就好似人哋一啲主人房嘅洗手間咁大，幾闊，兩公婆一齊喺度沖涼，鴛鴦浴都足夠啊！仲有位置擺下啲嘢，生活用品都 OK。呢度馬桶啦、鏡櫃啦、洗手盤啦，即係比較大咯。呢個公區嘅洗手間，依家140方都可以做到咁大嘅空間咧，實用率咧真係爆標嘅。呢個咧就係一個房仔嚟嘅，到時放個1.5米床咯，或者小朋友客房都 OK 嘅，招待下朋友。過嚟睇下呢個主人房啦。其實呢度擺幅畫咧真係幾靚嘅，有需要嘅朋友咧放個花樽或者擺下啲藝術品咧，襯托下呢間屋，更加有生氣。主人房大家可以望望啦，依家放咗1.8米床吧，仲有好闊落嘅空間，有飄台。嗱，其實飄台咧買啲嗰啲墊翻嚟啊，坐住兩公婆睇下嘢，飲杯嘢，傾下偈咧，真係幾舒服嘅，好闊落嘅。呢邊咧到時睇翻興趣，因為依家大裝修，但係唔包家私噶嘛。左右兩邊係可以放衣櫃嘅，男士一邊，女士一邊，其實 OK 啦。通常我哋男士咧亦都係幾件衣服嘅啫，所以到時咧都係睇翻
俾太太用噶啦。睇下呢個，哇！有邊個人可以拒絕得到我哋主人房裏面有浴缸啊？到時自己買翻啲大型少少嘅，擺出少少會更加舒服。呢度又有乾濕分離嘅，攝影師可以俾個鏡頭大家知道，其實呢個沖涼房咧真係好闊嘅。呢個洗手間的確比較大嘅，140平方可以做到咁大個空間。如果你都有追求一個大單位、南北通透嘅，可以了解下華人公園士貴140平咯。但係佢嘅銀碼咧要220幾萬嘅，當然可以俾15%嘅首期上會啦。咁今日睇呢個華人公園士貴，基本上咧已經接近尾聲啦。如果有邊啲位置冇講到嘅，大家有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，不妨留言俾我啦。屬於中山西區彩虹片區，相對嚟講係非常方便嘅一個區域嚟嘅。小區門口有好多食肆、臨街商鋪，同埋一個大型少少嘅彩虹里啦、龍泉廣場啦、興和里啦，你可以飲酒茶、超市買餸食飯，有齊晒㗎啦。同時呢個小區你僅需要步行過去，中旅彩虹樓下咧，就有永東巴士可以直接返香港嘅。當然小區門口咧都有啲公交巴士可以去到我哋中山其他區域啦。同時咧呢個屬於西區啊，如果後期需要高鐵各方面咧，可以去中山北站或者中山站咧，坐高鐵去到我哋國內其他城市嘅。喺呢個位置醫療非常之近，僅需要步行過去咧就係中醫院啦。到時咧如果有啲咩嘢嘅話，過去都比較方便，而且佢個資質非常之好。咁其他我哋唔再多介紹啦。如果真係有需要了解嘅，都可以約我哋睇下實景嘅。咁今日條片基本到呢度啦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睇。拍個片咧真係唔容易嘅，方便咧俾翻個 like 關注我哋啊！